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昨仔赖总统对着国家人口政策出了新招，18项的补贴减税延长放假总出来。那么有团体质疑讲，你社会主体哪会起袂起来？小小问一声，安尼生囝你敢爱？今仔日4位专家同事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托育以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发言人李定金。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劳工电线研究部主任洪敬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的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全职妈妈李永嘉。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继续咱来看，为了要减少着少子化的国安危机，那么赖总统赖清德呢提出了人口对策新战略，其中0到18岁一个月有5000块的成长津贴。不过在野党的立委质疑钱要对倒来，卫福部部长赵忠良今仔日强调，成长津贴会编列116年的公务医生，希望出生率会当回升到原本的趋势，甚至会当提升。因应小资女化的问题，总统赖清德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措施，包括0到18岁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领5000块的成长津贴，育婴留一天薪的加钱，绿色离校发展的校号等等。国民党立委虽然正乐观看待政府愿意对南亚进行的主张，提出相关的政策，也毋过嘛质疑这财源要为倒位来。如果是中央开支票，由地方买单，现在该做的一些相关的补助啊，还东卡西卡的话，我想这样也就不好了。中央开的支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他才不跟你买单呢。我们也期待在野党的朋友，钱从哪里来的部分呢，好好去提出拷问。采取这个给付行政的方式，编列在明年的这个预算公务预算里面，那么来实施。赵忠良强调，相关的预算编列嘛是要经过立法院的审查听书，嘛讲到出生率下降，伫咧 OECD 国家拢是同款的趋势。希望政策推动了后，出生率会当转去到原来的趋势，甚至平盘。若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其是发声，生一体会使免费带下体30天，若生2体会使带规4人。内政部回应，安尼恐惊会去克罪到其他有需要的家庭。社会住宅是有社会公益。那目前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卖，30年的部分的话，反而会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跟少子化需求的其他家庭。政府要推动延长育儿留停的津贴，也佫有育儿家庭缩短工时等等的政策，工商界认为安尼无现实，强调部分专业的职位要找人来搭班，真正是无简单。若员工嘛无一定有意愿增加工作量，恐惊会增加企业无形的成本。民进党立委范云强调，劳动部会有规划相关的补助，嘛会有配套措施来减少企业的财务负担，也佫有找人的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在咱节目已经上无我记忆内面上无7、8摆讲到这个小资化啦，讲到这补贴的政策啦，听音啦，技术拢来足侪解。台湾的小资化的问题咯，毋是就已经真明白了，毋是少年人歪生这个代志安尼。整个所以赖总统提出来的新公共化，这个新公共化特别去找了真侪资料，讲这相对性的就是北欧的这公共化，人这北欧是真侪拢国营事业，国营吹落去，因为因的这个社会进程，所以无共款，因的纳税嘛纳真悬，咱台湾拢毋是这个模样，所以慢慢啦有的是 BOT 啦，有的安怎咱这叫做新公共化。我要先请问咱定心在恁的这个联盟的这个立场来看，恁安怎评估评价赖总统这个新战略？好，其实阮昨听到这赖总统提出的这18项嘛，总共18项的政策，其实
阮对其中几项其实伊有足明显针对，要互咱的职场甲家庭会当搁较有弹性的，会当搁较相容的这一系列，互家长简单来讲，互家长有较侪时间运用的迄个权利，即件代志，其实阮是真肯定的。是安怎要安尼讲咧？因为其实阮即几年发现，其实少年家庭因要饲囡仔，不那是钱的问题尔，因搁较烦恼的是无时间会当陪囡仔，这是真侪少年爸爸妈妈因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所以即届赖总统提出的这18项的政见内底，其实足侪政策拢甲时间有关系，包括育婴假的时间延长，搁有迄个减工时不减薪这样代志，搁有咱的育婴假会当用过去咱一届请就爱请6个月，无就1个月，毋过即届今年开始会当用逐工安尼请。互你刷请。嘿，刷请安尼，其实安尼就有法度帮助咱的家长伫饲囡仔的过程当中，互因有较侪时间会当去面对，因为照顾，比如讲囡仔迄个破病，也是讲迄个最近迄个肠病毒停拖嘛，一届就爱停7天，这种状况。过去家长的特休拢无够用啊！我有爸爸妈妈甲阮讲，伊可能迄个第三个月内底，伊就甲伊一档的特休全部锁下。过去有这种状况，毋过阮期待会当借由这个新的政策，互家长以后若要为着要照顾囡仔要请假的时阵，毋免搁烦恼我无特休会当用。听音，我应该爱掠起来直接问你讲，安尼敢会促使着真侪少年人？讲安尼较优先，我来生囝，敢会安尼？其实还是暑期充分啊？其实阮是真乐观看待这件代志啦，因为其实真侪的研究拢讲啊，你今仔要迄个解救，因为少子女化是国际上大家国家拢面对的问题嘛，大家拢想要知影，安尼阮到底爱安怎解决，爱安怎支持，互少年人愿意生囡仔。其实答案就简单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是国际上大家的共识。第一个解决的问题，第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讲你爱有充足的公共托育的服务，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爱互你的家庭甲你的职场会当相容，就是讲我唔免为着要生囡仔，我就爱放弃我的工作。这件代志要安怎？这件代志，咱台湾真啊是，咱台湾。你讲这有国际共识？共识对。即摆有做成功的无？北欧啊。北欧因的咱的育婴假弹性化会当刷清这件代志，这个情形。无，我意思讲，因的生育率敢有提升？应该是讲吼，生育率降低这件代志是国际趋势的，和北欧嘛是。毋过因即摆做的就是讲，互因的生育率卖降加像咱台湾遐低。我安尼问，毋是反对这个政策，我的意思是讲，是有拆药啊，有拆对无？你会当讲这是对，尤其我这刷来尾请教教授的讲，你会当讲这对劳工无好，咱来其实这对劳工是真好，安怎都安怎但是你要治的是感冒，还是要治的是癌症，这无共款配方嘛你感觉这对着人口的政策，当然叫人口政策也有讲。是讲，如果你来针对讲对着小资化有帮助，你认为呢？我认为这当听两个战术来讲第一是讲，咱若少年已经本身有打算要成家立业，有要生，这件代志我相信会当减轻伊的负担。但是讲为什么少年后即马咱咧讲的生育率会遮低？其实佫有一个足大的问题是薪水。薪水你本来就是遮尔低，你是要叫少年要安怎加生加饲？所以你若用这种补贴，以即马这种补贴的方式，虽然一个月当领5000，咱若以即马平均的薪资来讲，遮用大，遮物件扣掉，你一个月佫补5000，对足侪少年的家庭来讲，也是不无小补。抑个你讲这对一个薪水，无法度。过一个咱咧讲的较富裕的生活的遮一个少年，对未来无遮尔好
好的发展的机会，少年。我感觉讲这政策对因来讲，因会嘛是爱好好评估讲，到底我有意愿要用遮大的精神甲力，去饲遮囡仔无？所以每个月有遮补贴，所以我认为讲，以着讲来讲，上大的问题嘛是搁伫薪水这件代志。所以你认为这药啊，这处方开得对啊，唔对？应该安尼讲，你若有能力生第一个，基本上生第二个意愿，一般来讲会较悬一丝。会较提升。对，你若本来就无拍算要生的，伊迄文化咯，对，你看袂袂过，你本来就无拍算生，你等于讲算我生一个囡仔，我小点来请教妈妈，你看这文化安怎看？但是阮制作人甲阮团队除了10个问题啦，内面有5个问题拢甲钱有关系啦，所以特别请蔡老师来。第一，这钱对倒来，一年的整体预算是3800亿啊。昨阮一个食饭的时阵，朋友咧讲，咱今年经济足好诶，正交税一工就50亿，扣2个月钱都有啊嘛。我心内咧想讲，明年经济讲话，敢有当完全遮好，钱要对倒来，因为这是长期性的呢。你若一个这10年了，台湾经济无遐好的时阵，这要安怎？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应该安尼问讲，补贴这种无差别的补贴，这应该是算作无差别的补贴吧？无差别的补贴是按照什么情形之下，才会当来使用？老师，第一点就是讲，大家拢会烦恼钱要对对来啦。其实即马台湾的政治环境你钱对对来拢无效，因为在野党伊都无爱甲你审预算，你加侪钱，伊嘛无爱甲你审总预算，要对对来其实拢无效。即马这是讲笑亏啦即马政府另外甲提出这个政策，本来就有一寡政策，即马甲另外加出来都2000几亿嘛。若2000统一，加伫即几冬来，当然你若根据过去的这个经验，即几冬来，政府本来按算会当收入也参10亿，当收入也10亿，加出来加足济嘛，拢加3、4千亿、4、5千亿安尼咧加，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若比如讲伫咱前当伫去年，咱一直有迄发现金的政策嘛，一个人就1万块安尼发，你若甲这个钱摕来，互真正有需要的人来发。互较侪人会当摕到，互这个钱会当甲发较久的。就这方面来讲，政府安尼做，这是正确的。但是咱会知影就是讲，这个钱这个补贴到底是毋是？比如讲，拄则主持人讲着讲，这是无差别的补贴。当然，大家会讲是毋是要排付要安怎？但是其实伊即马现主是咱的财政的即个要去安怎讲扣税即个情形有真侪人伊可能是好业人，但是伊无一定爱纳税嘛。因有足侪会当闪税的即个方法，还是讲撇税的即个方法，所以对政府来讲，伊当然伊就是安怎，就是规个怎啊无差别的补贴嘛。只要你有囡仔，因为伊主要是要针对互遮个有少年囡仔的，也有幼囝的人，伊会当互生活负担会当较低。当然，就我来讲，就阮学经济来讲，你安尼补贴是毋是有效无？其实，要讲实在，现金的补贴也钱大家拢会做欢喜的，但是有效无？其实这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互你钱，你会欢喜无？会啊。但是有效果无？我是感觉无啥物效果。但是想到政府嘛爱安尼做，其实对我来讲，我过去拢一直是较无赞成安尼发现金的政策。但是坦白讲，伫即摆的政治环境之下，你无杀出来，在野党一定会甲你杀一个现金的政策出来。比如讲，因进前都要杀，要去所谓的即个少年的即个孝护，就是讲你对出世到15岁，拢会当互你一当有偌济钱，安尼来甲你未来考责。你若无杀，伊一定甲你杀嘛，伊会过袂100%会过。若100%会过，规气咱就来看，要安怎规组好好来讨论，对你出世到你18岁啊。对你开始讲，你伫生育，你伫想要生囡仔的时阵，会拄着的问题，
生囡仔时阵拄着的问题，即件政府大概毋知有看到无？伊即件吼，这台语我们讲啊，这动乱嘛吼，因为真侪人伊有可能是因为伊无伫伊的适婚的年龄，也是讲生囝的年龄，伊就找着适合的对象，伊就会当生囝。所以政府有做者即种人工生育的即个政策，会当来帮助即个想要生囡仔的人，会当减轻伊的负担。所以就这方面来讲，这是有效的嘛。因为你会当互大家讲，会当去甲这有即个人工生育的即个需求的人，会当成本会降低。坦白讲吼，伫即马即个时阵，有当时啊，生囡仔即件代志，毋是少年囡仔，还是毋是讲想要生的人，伊要生就会当生。因为过去你讲像即马外口开袂着40度的即个温度，其实对整个生活环境吼，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有真侪人想要生囡仔是生袂出来，啊。当然嘛，有真侪人伊是无想要生囡仔，啊，咱也会当对着遮个想要生囡仔，抑较无法度顺利来生囡仔的人，有一寡补助，这是好的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政府对你开始想要生囡仔开始，到你囡仔呾生出来，到你囡仔开始大汉要去幼稚园，啊，到你囡仔上小学，到伊国中，伊有一步一步安尼有差别的去规划你遮个钱，我感觉这是比你敢若安尼直接发现金吼。是有较好啊啦，吼！当然我嘛就是讲发现金，这是这当然是毋是讲真好的政策啦，吼！但是就是大家一定会欢喜的啦。啊，但是你若无提出来吼，你的这个财政一定会提出来，甚至提出来了后，伊到要安怎？伊到要甲你加，你生两体的人，你都有法度带一世人。啊，那安尼的话，就我拄则讲着嘛，有个人伊无生囝，但是伊生活嘛是有困难，伊毋是无想要生囝。但是伊生活嘛会拄着困难，伊有可能是生囝伊无法度生出来，吼安尼伊就袂当用即个社会主体吗？所以这就是咱即马有即种型的政党，伊就开袂着就拢无咧思考，就敢若讲啊，我就是野钱互你啦，我就补贴互你，我就感觉安尼就有效。若要互因安尼做，我是感觉政府会当杀出一寡即个18项，当然有一寡是过去就有诶，会当来帮助即个即个想要生囡仔诶人，还是讲。即个囡仔的环境过去，咱嘛会当知影讲，即个囡仔即马囡仔已经减足少个嘛，所以对着政府的负担嘛减足少个。伫经济学来讲吼，阮会想两项，第一项叫做效率，安怎甲社会饼甲做大。所以即几工你会当看到即个 AMD 的苏姿丰，啊，甲即个 NVIDIA，因遮个人要来台湾投资，200亿要来美金，要来台湾哦，对1000亿变成1500亿的美金。伊安尼投伫台湾有一寡产业，有一寡企业会愈来愈好。啊，即个企业理论上伊伫未来会当创造较侪税收出来嘛，伊会当创造即个税收出来，政府爱想的是啥？无要紧，即个社会会当有水，会当有电去支持你遮个产业来发展。啊，当你甲即个饼甲做大了后，你也来想分配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即马杀出来即个18项的政策，其实伊是往分配即个物件。所以老师，你有感觉咱即个国家渐渐咧行向真正福利国家，啊，较即个。大政府的即个模样，甚至日后即寡政策变做真正的公共化。我感觉确实是往即个方向咧行，但是你若往即个方向咧行吼，其实你若讲要对北欧这个国家去，这个国家其实因伫即几当来，因嘛面对着因的产业，对，因嘛对着足侪竞争嘛。啊，台湾即马其实会当讲，因为咱即几当来就是讲，半导体长咧好。而且伊有可能会好10档、好15档，伊伫即个时阵啊，政府伊为着要照顾社会其他，毋是即个产业的人，啊是讲咱拄啊有即个能力啊，会当来照顾整个社会，伊着爱分配爱甲做好嘛。因为分配即个问题，这无啥物是非，还是讲无啥物科学啦。分配即个问题，伊就是你爱看着大家咧好的时阵，政府嘛有注意着我哦，啊有效无效无？伊嘛无管啊，钱互你，你会想要生囝无？迄毋是伊烦恼的，伊烦恼的是讲，伊有摕到遮现金的补贴。所以对政府来讲吼，即个物件，即个政策的效果就是讲，伫即卖即种政治环境之下，伊一定爱杀出来。啊，但是你若杀出来，你若想比人较优，安尼你就赢。比如讲，大家会烦恼讲，啊，我若即卖你会当提早1点钟下班，半点钟下班，政府会当互你补贴。
其实是即件劳动部内底伊有塞一个足重要，就是讲补贴，伊会甲伊补贴啥？补贴遮个去接着遮个工课的人。叫后的啦。伊本来无想要做，啊，即我甲你讲啊，我无。一工800块。嘿，我甲你加800块好无？啊，凡是伊就加减嘛一寡补贴啊嘛，啊有够无够无？上无来下骹便利商店来买一寡物件。800块可能会当买10碗泡面啊。所以我会感觉讲，这毋是上好的政策，但是伫即摆限制之下，你敢若会当送安尼的政策？啊，来慢慢啊，互即个社会看，这嘛是说出来，大家有法度讨论无？淡淡仔的悲哀啊，是安尼讲嘛。但是我要来请教吼，咱的全职妈妈，其实我是真无爱即个名词，全职妈妈。应该安尼讲，你有你家己伫厝里爱做工课，这嘛是工课，厝里嘛是工课，厝外嘛是工课啦，吼。所以这是无法度，就因为我若想无即个名词啊，先甲你回息咧啊，吼。但是我要先请教你吼。你看到这人口的对策了后，你感觉倒一个你有效用的？迄个本地药件价，是到3岁，在3岁以前爱请。啊，伊即马讲你会当6岁以前。以前拢会当请。毋过其实毋是我，因为我即马已经无空。我无咧食头，对，我已经离职啦。咯。对，啊，毋过阮翁会使，嘿，所以对阮兜来讲。有效，这有效。因为比如讲，阮翁就是阮咧讨论讲，阮后生3岁以前嘛要经半冬来测，不管分几段嘛，但是就是经。啊，即马若即个真正会过，安尼就会当有搁较侪春秋的空间，想讲安尼无定6岁以前测，嘿，安尼阮咧安排嘛，可能有较侪无共的可能性，安尼。啊，你有感觉讲，啊，这拢是恁拢咧，因为吼，我看这政策写咧真全面性啦，吼。但是还是绕高恁这种的啊，对，也就是生育、养育、教育，哦，对生育、托育、教育这场的基础，这五项，这场的啊，若是处理像你这种专职的，恁上需要啥物？阮上需要互肯定讲，请养囡仔，尤其是陪伴细汉囡仔，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因为阮即马像我家己。我的同事，就是我伫我的同事内底算较早生。虽然伫我生阮大汉查某囝的时阵，迄个20几岁，阮可能莫讲阿嬷妈妈伊迄个年岁啦，反正就是其实咱若是以生物的观点来讲，其实已经无算足早。啊，毋过佫会使。我生阮后生的时阵已经超过30岁啊。啊，毋过变安讲，就是就是。即个代志变做讲，阮一直无感觉互肯定着，就是因为我的同事若是有生囡仔的，大部分伫因请迄个半冬的迄个药件假了后，就转去上班。啊，我家己是选择，就是所谓伫厝。来，逐个问我敢有伫厝伫带囡仔，我讲其实我拢无伫厝。所以拄则主持人讲着讲，即个专职妈妈即个代志，有个人应该讲家庭主妇对无？我讲无，我无法度。我嘛知影我家己无法度做家庭主妇，但是我对得起就是我的家庭、我的囡仔，甚至是讲社会，因为我专心，我嘛甲我的囡仔顾了。你较早所讲的种肯定吼，你认为肯定的形式是啥物？人会想讲是要互你奖状嘛，还是安怎？其实讲到肯定，其实若是互我钱，我会足欢喜啊。哈。我讲一个上极端的，就是咱社会上有足侪职业嘛，啊，大家其实拢有一个就是对应的价值。我今仔日我若是工程师，我可能伫即马即个2026年的台湾，我伫台湾做工程师，嘿，啊，我会当领着偌济钱。啊，我若是做老师，会当偌济；做医生做大头家偌济。啊，毋过我做一个全职的家长，咱毋管讲妈妈爸爸，就是全职的照顾者。你安尼照顾者。专职照顾者，照顾者有，安尼咱值偌济钱？哦，值真侪钱了哦。偌济？我算互你看啊，我敢若阮太太吼，拜六带囡仔出去一工吼，我就感觉足伟大的。吼，因为阮迄所的吼，迄6岁的囡仔，你甲伊1点钟，你真正你会挡袂牢。又要规工呢。啊，你若是用人来用一工，伊无甲你调管给上尾万，是毋是？
啊，你若一工是算做是1,2块好啦，上简单的1,000，免讲你去卖东螺，还是去小七去做迄个拍工的，你也有迄个大夜班的，啊，佫打磨佫吹布的，对毋对？你一工上无爱2000块才有够夜。啊，5工还毋就1万块，4礼拜毋就4万块，啊，佫加一个津贴来5万块真值啦。是毋是？佫毋难咧咯，对毋对？啊，佫精神，所以我感觉说，应该是安尼讲，即国家的政策应该，你有想讲，啊，阮这所谓这阮迄个年代叫家管，迄个家管应该爱付伊什么样、什么款的即个价单，啊，而且有绩效伫的，伊这拢有绩效呢，连弱势儿小发展小那个考做，每个月就500块、1,000块、1,250块。啊，但是我看，我毋是超工找，这完全伫厝里妈妈来讲，只是讲，这个政策这有效性。若是你看到这，你会佫促使你讲，你想讲，佫来生一个无？那以我本身是卖。以你本身卖，所以你的意思恁阿哥你会收？毋是，我讲就实际，就是人拢会问讲，啊，你已经生2个，而且你是一啊，啊，你家己娶，无你佫生一个，我讲阮兜带袂落啊。所以主体嘛，对，嘛是主体的问题嘛。你看，恁后生就这请啊，我都一定要带来嘛。来，带来我要甲你请教听音伊头仔咧讲着2项，一个社会主体，啊，一个劳工。你认为社会主体在即摆内面拢无讲着，而且因嘛发表一个声明讲，你社会主体哪拢跳票？本来13万呢，啊哪拢跳票？啊，但是现在要请老师来讲咧，社会主体是安尼进度慢啦，有一寡地方性的理由，安全都安全，你认为咧？其实我真认同拄则妈妈讲的话，因为伫台湾，咱迄个税厝的迄个压力真正是真大啊，所以其实社会主体伊背后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因为即届政策18项啦，18项其实有讲到讲要提供到咱的迄个婚育的家庭，互因的迄个大的即个代志的压力减压就对啊。啊，毋过我感觉。即个政策利益足良善的，因为因想要帮助遮个有婚育、有迄个饲囡仔的家庭，互因的迄个税金会当搁较少的，会当带入去咱的社会主体内底。我感觉即个政策的利益足良善，啊，毋过上大的问题就是，即摆敢有遐济量，大家拢嘛想要带入去迄个有好的品质，啊，税金搁足加迄个社会主体，啊，毋过量就是无遮济啊，啊，所以阮感觉即个政策利益足良善，方向嘛。会当肯定，啊，毋过政府刷落来，伊的挑战就是，恁敢有法度伫刷落来即几冬，足紧的起足济社会主体出来。因为因昨有发恁发一个声明讲，你即摆用即个包租代管，其实甲社会主体是2项代志呢。这应该你毋通安尼甲外部化，你着爱好好去起这个厝，但是起这个厝实际上，咱小等会当问。这蔡老师啦，就是我知影讲，真侪县市政府卖敢若卖啊，啊你若卖中央要起，中央你著要有地啊，安全都安全，啊而且伊佫是一个成本的控管，啊有诶什么，你像现不现都发生社会主体讲后讲找无保全的啦，无水无电的啦，遮有诶无诶，这应该爱来一寡翻修吧，听唔听？你讲。咱迄个旧的主体啊，甲翻修。其实我感觉今仔日，我感觉咱咧看过去的遮个政策啦，真侪拢是民间团体提出来的时阵，政府拢第一时间讲我无钱、无地、无法度。啊，毋过其实阮看到最后，拢感觉其实今仔日政府若真正有想要做，有想要解决问题，嘿，真正是安尼。你若有心，遮个问题拢毋是问题。来，继续，你咧偷笑，来，你讲看卖。我想无，即摆佫有啥物理由讲无钱？咱遮发的毋是钱吗？每年1万块的现金，这毋是钱吗？所以基本上是，这反正是政府要做毋做啦，
那即马上重要是，本来社会主体13万比剩4万，4万其实咱来看这个政策真趣味哦。咱迄个社会主体法内底咱的本来弱势个已经40%伫遐，你即马迄个婚育财这部分未来要个对20%变做是40%，咱其实前头点咱个算会出来，咱即马啦以4万来算40%的弱势。40%咱咧讲的婚育，分去，对，分去，剩20%是一般咱咧讲的少年，可能是甲社会主体做一个讲，我会当对遮开始做人生发展的一个机会，遮个机会基本上个愈来愈被压缩，愈来愈少。第二你若来算，40%的婚育财，差不多1.6万户，1.6万户，1.6万户遮内底。到底有偌济人是因为这愿意去加生的？因为这是即马啦，未来你若有囡仔，你可当带入去。所以咱咧讲的，我若已经生一个啊，我即马个就加个有啊。所以这个物件敢真正会促进生育。我对这点我是小可保留因为讲咱咧讲的讲因为伊的条件是讲你去加生一个。较有资格，毋是你即马有囡仔，你可以当开始可以当带入来。这还佫一个差别咧。对，佫一个差别。所以政策伫这点上重要是讲，到底你若认为讲住宅这块对生育是足重要，那为虾米阮到即马去想无？为虾米你社会主体这个量无要增加？我完全想无，因为你政策两项是完全矛盾的嘛。你认为讲？大这个代志对咱少年要生囡仔是最重要的政策。你甲放入你是生育的促进措施。问题是你正经讲的，去年12月29，你宣布讲13万户要降到剩4万户，无要搁去啊！你前后的政策就是足明显的矛盾嘛。所以你敢若针对这点，我是认为讲，基本上政府到底你讲无钱，那安尼今仔只发的全部拢是钱。所以钱根本就毋是，钱就是一个假议题嘛，是你要做毋做尔。这个是牵涉到背后，你若讲要较阴谋论的，你是毋是认为讲社会住宅起济，建商的迄个利润的降低，会影响到，所以这某一种程度可能是为着咱的建商建筑业咧思考，咧想，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阴谋论啊。老师，这社会主体对14万即摆降到这安尼，我无要再去啊。社会主体这个政策在韩国，甚至在新加坡，但是我常常认为讲韩国甲新加坡的这个例甲咱是无啥会合。但真正我找到的资料较合是西班牙甲意大利，因嘛人口嘛是拢集中伫都市，嘛是共款，咱税收真悬。社会主体这项物件到底应不应该放伫这内面，甚至搁来继续来推上，互有2.0或者版本搁较好的、搁较有意义的代志。其实我嘛，社会主体当然这伫过去对蔡总统开始，就已经开始咧杀啊嘛吼。当然你开始咧杀咧起的过程之间，你当然就拄着一寡问题嘛，包含拄则大家讲着讲预算，但是预算伫即几冬来，咱的税收确实是增加袂少，所以你要讲你完全无即个钱，你有编预算无？其实这是大家会想要知影的啦。所以即个物件是无啥物通好讨论，就是讲你无钱，但快点讲你即几冬来，税收确实有增加袂少，但是我嘛较重要是伫像土地取得这个部分啦吼，土地取得这个部分，其实我感觉足麻烦的，就是讲你参地方政府遮是要来合作。那甚至咱过去看到，大家拢咧关心社会主体的时阵，台中市政府也在咧卖土地嘛吼，所以伊咧卖土地，就是伊无想要去社会主体嘛。你伫地方内底，其实你的土地应该地方政府是上济嘛。你若无爱摕出来去。当然，社会主体咧起就会真慢，所以这中央嘛有问题，这地方嘛有问题。但是我感觉，虽然大家会感觉讲，我用这个包租贷款，上袂当解决一寡问题，但是我包租贷款，你若会当互大家愿意甲一寡厝，
啊提出来做互大家，这嘛是解决一种大家住房的这个问题啦。啊，对着这个社会主体来讲，其实我感觉上麻烦的就是讲，伫这几档来，其实咱伫节目内底嘛讨论过几啊件，就是房地产的问题。伫这几档来，房地产确实是起有够济。当你起足济的时阵，大家当然会对这个社会主体的需求会感觉讲，你应该较接起的。但是讲较坦白来讲，你社会主体加安怎起吼，你的量参真正伫市场的量，其实迄差异是有够大的。所以绝对无可能讲遮的社会主体的量拢食落来，嘿，伊有法度甲食落来。你安怎？但是应不应该做？应该做啊！当然，你嘛是爱有所在会当做，我嘛是赞成讲你爱尽量去做，因为你总是即个社会，因为你的房地产已经起啊遮悬啦，一定有真侪人的薪资伊是无法度对着的嘛。所以伫即个情况下，伊嘛是有即个住屋的即个需求啊。所以政府若会当有法度提供一寡即个主体出来，解决大家会当解决一个、解决两个、解决100个，这对着社会就是有帮助。就因所发表的声明来讲，就是讲，即摆社会主体拢是用理顺啦，啊，你来自谋生路啦，你应该因的讲法是讲，应该中央爱做预算，拨预算落去斗起，吼，因为即个物件是。即个效益是外部的，你互即少年人肯去打拼啊，会当住厝安心，安怎各种的利益好处，毋那是即个厝讲啊，你一定要爱泡滴，是应该中央补助，伊佫是中央补助。即个物件你要讲伊有社会正义的问题，这是绝对确实是绝对是有的嘛吼，因为你会当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嘛。重点来讲，中央补助以后因为其实整个社会你要做的钱足济啦。今仔日咱是讲咧关心社会主体，关心社会主体的人会感觉讲，你伫社会主体爱加用挂嘛。若关心这比如说中照的，吼，伊就会想讲，你是毋是伫社会福利这个部分爱甲加做挂嘛？所以伊伫政府内底一定会产生讲无共的部会，会互相摆贴。对，伊伫无共的预算，大家一定淡仔相争嘛。所以预算无够，这是一种讲法。咱看到讲伊会当发1万块，会当发6000块，我嘛这是事实。但是这预算，伊是毋是有法度甲你用来遮？因为伊想要社会主体，我想要社会福利。我主张社会福利。嘿，我其他的这个，我感觉未来这个人愈来愈老，需要的照顾愈来愈多。我感觉我需要1000亿呢。你感觉讲你有2000亿，大家就会相体会相争。所以伫这个部分，伊自然就会做成讲你咧起的物件做安尼。所以我感觉其实我感觉上重要的原因，咱袂当等代志发生了，才想要来解决代志。已经来不及啊。对。应该还是讲，互这个代志莫互伊安尼发生，莫互发生，就是我一直咧主张，就是讲，咱对着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介绍，一定要好好甲管理。但是即摆已经未付啊嘛，咱未付的话，扭袂掉。对，因为你扭袂，因为伊已经起来啊嘛。你讲互伊落2成，大家都有法度落2成，市场都占袂掉啊。但是落2成，一定嘛是有真侪人买袂起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淡仔加来加去。到底对一个是因，对一个个上尾会怎回袂清啊啦？所以社会主体会陆续未来政府嘛是有一寡出来。若这个物件真正做袂起来，其实我们若包租贷款吼，会当互一寡空厝吼，会当甲释放出来。有一寡人会当好啊去整理，互你大个所在会当变了较好。其实我感觉这是。比原来无较好啦，会当尽量去做尔，因为社会福利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尽量啦，本来就是永远的嫌无够的。应该吼，我甲你请教，你敢通好甲恁讲，你即摆厝是租的，还是踅还是买？租的。用租的嘛吼，你租的是甲厝头，你敢有使用啥物？即摆目前的即个优惠政策，还是福利政策，敢有使用着？目前无。你拢无适用，无，你拢无适用嘛吼，所以你是认为讲，这个不管你这人口政策对恁兜来讲，恁会当适用的真少咯。会当安尼讲。因为我想讲这个，比如讲0到2岁托育补助，
至6岁，互你较俗的即个教保，讲爱扩大公托、公幼，甲准公共量龄，如果托育，这政府也甲你补贴，补贴了一般的即个托育嘛是取消，啊问你，但是你是家己是讲你的价值又搁增加啦吼。像若是他拄仔主持人讲一几点，对我大部分的朋友，有囡仔的朋友来讲，可能加减有效。对阮拄仔好无，因为阮是台语家庭，阮为着要含囡仔讲台语，阮一直咧尽量卖，互囡仔伤早去学校。这是阮可能较特别，我都知影阮是少数中的少数，嘿。毋过因为即个原因，所以拄仔好食的，就是当然迄足重要的。我家己若是我今仔日有通选，我会当毋免为着要含囡仔讲台语，我着放弃我的工课。其实我主要是因为即个原因，无我其实嘛会当送伊至少去半工啊，啊是至少就是，但是阮无主要是为着台语即个问题，啊所以变做讲，迄对阮来讲无效啊。我的朋友可能会使啦，啊毋过对阮着真正少数，真正就是，我嘛毋知影呢，就是当然大方向是会使啦，啊毋过就是。若是即个但是我有甲你看哦，连到18岁行动津贴，津贴每一个人每个月领5000，啊，这对你来讲，你嘛是恁两个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嘛吼。我补充即个代志，他拄仔就是讲着，我虽然有讲一句讲。要互我钱，我足欢喜。啊，毋过拄则我来路宁，我含一个就是共学，阮有参加台语共学的一个家长讨论。伊讲伊伫迄个所谓妈妈群组内底，看到人咧讲，迄无效，一个月5000，即个消息一出来，就有人咧讲，因迄囡仔补习班就随起价啊，而且你无通选，因为每一间拢甲你起价。我咧讲我出去的行情无，就是这佫是一个钱的问题啊，而且。这参租屋的补贴是共啊，大家都会讲，哎，你即马有租金的补贴啊，所以我一个月甲你加收一个啊，嘿啊。啊，这个物件，这是经济行为啊，这是你绝对无法度避免的。啊，所以这毋是公德做为差不？以即条来讲，拄啊好，阮可能暂时会当，因为我若摕着5000块，我就紧甲欠起来，无我就紧甲买物件要食的去，互囡仔食，互因食较营养咧。啊，毋过若是我的大部分的朋友咧，因拢需要，就是请人顾伊的囡仔，对啊，就是无啊。教安亲班。系啊，大家拢听到即个消息啊，啊，所以可能这是一个机例尔，但是可能真正无效。老师，你安怎评论这个现象？因为要做这个政策的时候，应该是一当疗伤讲，这有这个效果出来啊。啊，这安尼敢有效？其实我感觉伫市场内底吼，除非讲大家完全拢交结起来啦，啊无你要讲大家完全甲这个5000块怎啊起去？吞去。我感觉这是无啥可能的代志。但是你若要讲要有可能甲你起2000、起2500，这是有可能的啦。减少你的效果。是，伊一定会有这个效果出来嘛？这个，咱像咱定定咧讲的讲，啊你税金你若提高。比如讲关税若提高，伊是毋是会甲关税？川普讲的啊，哦，这厂商拢袂甲关税转互消费者，那有可能，伊就一定转的嘛，转济转少。所以相共的意思，即马这个少年囡仔摕到政府5000块的补贴，啊，是毋是因未来这个补习班也甲你的这个补习班的费用甲增加？我感觉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伫即马现主是这个情形，其实我感觉真济补习班本来就拢有咧起价啊啦，这个物价现象。一直拢低咧，所以你真歹去判断讲，这是毋是因为政府补这5000块，伊较甲你起价？啊，但是伊补5000块，伊会甲你加杀一寡，我感觉这是有可能，这绝对存在，因为伊会感觉讲，这本来就是要你少年人使用啊，你本来就需要来我遮受教育啊，啊，我过去嘛是有甲你斗3工，伊甲你摕一寡用嘛，感觉讲，那像嘛无去甲你。老师，你安尼甲看起来吼，整个安尼。台湾社会即马哦，拢喊讲哦，即马大家股市真好啊，这物价啦，整体这生活支出应该大家较增加吧？这增加这是100%确定的啦，因为其实你会当了解着讲，虽然即马政府对着这个油价、水电拢无甲你起啊，伊甲压掉无互你起，但是这是你有咧用油用电的人吼，你会有摕到这个好处。你若咧买一寡进口的物件。
航空的票价会起价袂，运输的费用一定会起的嘛。海运一定会起的嘛，对遮来啊。嘿，伊会对其他的所在，伊嘛是会起啊，因为你政府总无可能去讲，哎，你的这个运输费用袂当起价，我给你补，这绝对是无可能的。啊，补了以后，伊嘛是小讲有可能给你起啊，只是起济起少，所以物价会起起来，只是讲起较慢，啊起较紧尔，啊会起这是确定的。会起也是确定吼，我来转来问听心吼，这安尼看也是第一期的止痛药啊。啊，若是就恁的这个观点啊，长期性应该安怎做？啊，有一个结果性，啊，有一个方向感。我感觉就是，其实我的答案甲拄则解决迄个妈妈的问题共款。妈妈讲吼，这5000块花落去，啊，补习班伊就要起价嘛。我拄则想到的就是，是安怎咱爱甲囡仔送互补习班，就是因为咱爸爸妈妈的工作时间足长，啊，毋过学校也是讲迄个幼稚园提供的时间足短，伊迄两个中间有一个时间的差别，所以咱囡仔为幼稚园下课了，咱来送去补习班，啊，等爸爸妈妈下班了，再去甲伊接转来。啊，毋过刷落来，咱有安怎？咱有咱的新政策，就是要互爸爸妈妈搁较济假。所以我感觉后一步，若是讲长期来讲，我感觉上关键的就是咱的台湾真正劳工的假金真正伤少啊，咱的特休假真正伤少啊，刷落来就是咱的工时真正伤长啊。所以我感觉其实咱若讲爱解决台湾的小资女化的问题，其实咱爱互大家有较济的时间去交往，去认识新的朋友，会当搁想讲我下班了有足济时间会当悠闲的去接我的囡仔转来，啊，大家做伙转去厝内底食暗顿，啊，讲故事，啊，做伙困安尼，这是一个足好的理想生活的想象。啊，这个想象背后，咱就是爱互咱的工作时间降落来。啊，搁有较侪休假的机会，我感觉这才是正确的方向。这整体来讲，在恁的理想，这才有通啊解决小资化。啊，小资化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且劳工的环境较优先了后，大家较有想讲上无交一个朋友嘛，熟悉新朋友啊，系啊。建叔你安怎看？我感觉这可能是一半啦吼。有意愿要生的，那你若讲食头的时间，上班时间求较短，对因来讲可能咱咧讲，伊真正有较济去过家己的人生吼。因个咱忘袂记啊，咱即摆政策是有另外一部分的，讲爱去贴这个工的时间哦，所以因的时间是增加的哦。啊，那这时间若增加，对因未来的人生的规划是到底是好啊歹？我讲这个是爱个来重新评估。无一定，你要放假啊？你要放假，啊我爱去帮你读班。啊，我无囝对，啊我无囝，我时间愈来愈长，啊我无囝时间愈来愈长。虽然我有补贴800块。对，啊问题这800敢你爱对。补充一个是大家做伙时间拢降低。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讲哦，那真正政策是。咱企业敢有可能，咱的迄个用人的人数，这人数爱增加，毋是讲用假这个部分啊，贴来贴去，因为伊人数增加基本上。每一个企业拢无共款。我今仔佫看一个新闻，人这便当店吼，伊一个餐期有当出300粒的便当，但是只有3个人，伊大部分拢用机器，伊敢若一个拍菜无法度。伊拍饭也会机器，会做到安尼。是，即未来也可能行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认为我的观察是迄并进的啦。恁讲的都无毋对。这就讲应该优先安怎？但是机器嘛有当在帮助你哦。你看，无伊讲吼，我拍菜吼，无比机器较慢。但是伊机器有当拍5点钟，我无才调。是啦，点过吼，咱坦白讲哦，即摆机械吼要完全取代人工，这佫是一个，佫有一个时间吼。你讲即摆 AI 吼，大家嘛咧烦恼讲 AI 即物件入来了，就讲是毋是啊？我认为讲这短期内可能无法度造成讲全面的影响，短期的影响袂，我是认为是有，样佫是偌久偌长，佫毋知吼。因为咱台湾上主要的是中小企业较有能力去用咱的自动化。是啊，遮全多遮大规模的自动化。这内面还佫有你遮提醒我，伊讲200人以下吼，伊鼓励讲，互你500万会当补助你的育儿津贴了后，而且放宽中小企业会当设立
托児机构甲相关规范，而且吼，你上市上贵的公司的 ESG，我甲你创这，这我要来问老师，这对真济上贵公司上市的公司，这有效无？对着这上市公司，伊若本来 ESG 若做了好的人，伊根本无啥差嘛，系啊，对着这上市公司来讲，其实因即马因凡是会做真济，做啊比政府较济嘛。就是讲我伫这间公司，我领的薪水，我领的奖金本来就足济啊，我的公司的规模就是安尼，所以你政府互伊借的钱。其实有帮助无，可能是有限，但是对着一寡即个咱拄要讲的200人以下的这可能效果就会较大啦。吼，就是讲200人反正嘛，已经是500万。对，可能有一寡帮助。邮件安尼。对，但是我要讲就是讲，其实因为即个物件吼，你即马安尼向就安尼杀出来吼，对着企业来讲，伊一定会有成本的啦。即种成本有当时啊，毋是钱的成本。是麻烦，比如讲伊的订单，伊会赶袂出来，就是讲你的单性，我的成本啦，我的成本有当时啊，毋是500万，毋是50万会当解决的，是我即马就找无人啊，我若对着一个伊800块伊无爱领啊，你毋着要叫上来做，所以一定有这个问题。对，其实这是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家当然会有足侪想法，对着社会环境，大家想要无爱生囝，还是生囡仔愈来愈少，生活成本会愈来愈悬，大家有足侪想法，拢是对家己的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讲嘛。但是有当时啊，咱爱换过来想的，就是讲，伊若安尼做以后会安怎？比如讲，咱若即马安尼录影，向一个伊要请假，你讲你加做寡，伊就已经有够无用的，伊就嘛无法度加做啊嘛。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嘛这爱实施一段时间以后，嘿，咱较会当知影讲，甲慢慢去调。所以真歹讲，伫即摆来讲，这有效果无？当然大家拢知影讲，这对着生育的效果是毋是会足济？其实毋知影。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讲，咱政府这件是讲，对出世到6岁，出世到18岁，其实有真济是伫出世到2岁迄个时间。伊会面对着真侪照顾囡仔足大的即个麻烦啦，特别是即马吼，你真正是拄着比如讲拄则讲着讲肠仔病毒即个物件，伊若全校甲你放假，全班甲你放假，其实咧是大人就真正是一定爱请假，请假即个物件，但是你摕钱互伊法度的，因为伊就是需要请假，所以你补助假有效。但是你补助假，你无补助着头家的假，头家即个部分，伊就有工作的压力，伊就有同事的压力。即个物件毋是咱安尼用好意讲你着爱好好啊，咱即个社会无囡仔，你爱鼓励恁同事囡仔，有的人伊就无一定会安尼想嘛。所以伫即个公司内底，即个气氛会好会歹，我嘛这拢是要杀这个政策未来来面对的一寡考验啦。但是，就是慢慢杀，你若无杀，你嘛毋知影问题出伫倒。若杀了，真正无好，你嘛是爱停互掉啊。袂当讲即个政策杀出来，就一定爱安尼杀落。这若是开钱的代志吼。应该上尾吼，我倒头问你一个上源头的问题：要生囝无生囝吼？你以一个已经生囝的即个女性来讲，你认为你当初时考量，还是你观察你的同运的人，因啥咧要生囝，或者是无爱生囝？我家己生囝的原因是我感觉这是一项足重要的代志。你的价值观啦，吼。对，因为我感觉我的人生的理想之一，就是互这个社会加几个较好的人。人听到我安尼讲，你这就是敢若讲较少，就是我讲这是足实际的，这是真正是我心内话啊。我到当嘛是安尼想。我的朋友，我是有听过，比如讲，就是感觉讲，敢若嘛是应该爱生一个。虽然我感觉我阁有足侪其他的考虑，我的事业啥物，毋过我着得要35岁啊。我若阁无生着袂赴啊。但迄著是一个感觉，阁有听逐个讲，就是你会想讲，敢若嘛是应该爱生一个安尼。你观察女性无愿意进入到婚姻，甚至进入婚姻无爱生囝。你的观察无爱生囝的这理由是啥物？还是讲无啊？我著自由惯啊，我著是安怎生一个囡仔来白死死？
这种嘛有，啊，毋过搁较侪确实就是因为真正即马女性就是含男性共款，大部分拢有家己对一个人生的规划，啊，真正生囡仔，就真正会影响到你的未来，是真正会，嘿，啊，大家会惊，真正是会惊，对，嘛毋那女性啊，足侪男性嘛会惊。对啦，因为女性我毋只用女性的角度来问你啊，听没？我上后要请你讲，我虽然讲起来不伦不类啊，阮阿嬷迄阵生8、9个就生啊，伊才有咧想讲你向咧带。啊，即摆咱即个现代人当然无共款咯。对啊。其实我感觉有的人就是，其实大家今仔日咧讲，有的人就是想要生，啊，有的人就是无爱生。啊，毋过我感觉这个政治是要解决的是，即摆台湾社会有分